大家好，我即马是，我过来啊，我今仔日要来读即个母语教育的第6节啦，头前已经读过偌济啊，这是李群华先生的一本册啊，我已经读过遮的，母语教育已经读过遮哦，你看觅。我下骹有写遮拼音，就是已经读过的物件，我来读看觅互恁听吼。母语教育政策甲拼音规划，第一，台湾的语言政策，台湾语言政策是啥物？有法度用台语讲的人无偌济啦，我甲你嘛，敢伫咧遮请赢嘛是因为校友啊，伫咧一个家己高中附近，当然敢请赢。好，第一个台湾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政策，因为我咧做语言教育，我是做啥物语言教育？我做外国话我做法国话，但是呢，我有时仔会去代课一寡台湾话嘛是会教啦，因为我伫我即个年纪30几岁，晓讲台湾话的人已经无介济啊，佫会当有法度解说，佫会当好去教的人更加少，而且阮即间学校上有名就是无人要去读师大。迄是上有名的吼，阮即间学校读师大人是上少的，有够少。我迄阵嘛无去读啊，我是后来去复大第2届读大学，第1届一定大家拢已经拢嘛顶拼第1。对，阮迄届有偌济人咧，阮迄届有689人，我是其中之一啦。我无第1毕业啦，但是后来去复大的时阵嘛是读到尾嘛是中等教育学程嘛是家己读完啦。但是讲读的啥物校？读完嘛是教法国话，也是教日本话尔，会当教啥？第2外语，第2外语。啊，即马我迄阵教阮的迄个法国话迄个高中的第2外语先生，佫伫咧学校共一个10几年啊，伊拢无老，问professeur elle est toujours là。donc OK 好，我再转来讲台语吼。所以讲台湾语言政策，因为我伫高中开始，第1届接触到古言之女，就是作家玲的一本册，朱家宁这本书吼。伫作家玲的这本册呢，迄内面就是咧讲声韵学，声韵学甲咱的语言政策有足重要关系哦，甲咱母语教育有足重要关系，甲外国话的教育更加有关系，因为阮顶个礼拜讲到啥？讲到双语教育。一开始双语教育是1%甲40%的比例，两个咧比，40%的国文，甲1%的啥物母语。一开始是安尼哦，即摆是啥？即摆是外国话要比中文较济啊，双语教育，这变做啥咧？等下像我顶摆看迄个新竹的实验中学。新竹实验中学伫会当甲建中比的比成一个迄间啦，迄间因最近若像咧招啥物华语文教师，迄是咧教啥？就是免考中文，你敢会晓讲中文就好啊。我感觉真倒弹啦，因为迄是公立学校呢。好，没了，我介绍了，因为我伫一个咖啡厅，这咖啡厅伫咧迄个我的学校，我的高中附近。即间高中即奇怪，伊就是下课了后，大家搁伫遐边仔唠叨啊，安尼查某校，大家小少做伙啊，伫咧边仔咖啡厅。咱即个年纪的已经会当开咖啡厅啦，所以咧拢咧开咖啡厅，然后就学弟学妹就来咱遮做人客。这是阮迄阵就是同性恋，我伫管同性恋拢是会走去买我呆遐啦，迄较无共款的时代，即马呢，也是校友会当开咖啡厅是上好的代志吼，因为呢，即咱像讲校友会当倒去学校教册，嘛是上好的，伊就知影讲遮死囡仔。什物时阵会伫下骹台骹会乱叫叽叫的时阵，有谁会当甲伊压落？好，莫讲，我今仔日是搁要来朗读台语朗读时间吼，这是我的台语朗读讲义吼。好，第6节，第3阶段甲前2阶段的比较。好，我开始啊吼。
好，顶个是讲李登辉这个台湾国民党时代，台湾国民党迄时阵就出现啦。什物是台湾国民党？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吼，迄中国的帽仔也是互伊戴咧遐较好，因为安尼才有法度解释讲以前有啥物国语运动。好，安尼即马咧要讲国语政策，所以讲咱着爱讲即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安怎变甲即马安尼吼。好，安尼先来甲讲啊吼，表面上，我来念啊读啊吼。表面上，语言政策是已经有改变，按照单一国语政策，禁止台湾话到开放台湾的教学。其实，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国语政策并无改变，这点参与无放弃中国统一，伊就到即马拢还未放弃哦，10几年后还未放弃哦，还未放弃中国统一的政策是共款的。伊所谓的实行双语教育，也是讲。实行母语教育，拢是假民主、放任的名，实际是应付台湾人尔。结果就是互台湾话自生自灭，嘛台湾话啦，全部的我咱来算看觅吼。台湾话是一种吼，就河洛话啦吼，客家话客家话有西安腔啊、海陆腔啊、太埔腔啊、饶平腔啊，还有小安腔啊，还有佫有啥物呢？还有迄个阿密斯邦扎啊。佫有啥物普悠玛台湾佫有南排、中排、北排，还有东排啊什么的啊。山下也有分啊，它有分吗？我毋知。然后泰雅后来毋是嘛分做塔鲁古佫有迄个西里古吗？愈分愈济，连迄个走是啥？周族拢分做迄个加拉夫甲迄个啥物沙鲁啊。拢嘛分出来啊！分遮尔济母语，就代表讲台湾本来就有遮尔济民族伫咧即内面，才有法度拍最近的迄个连续剧。最近连续剧拍了啊，大家开始去反省讲，哦，减啥，遐减啥。当然，每一个人有伊的意思，但是伊即个时代是真重要一个大好甲迄个中国国民党爱甲中国人立刻调的迄个新闻大做伙，就变做即个时代，咱即阵30-40岁的人爱好好想的代志吼。好，安尼啊。好，我甲继续我来甲讲落哟。安尼的语言政策甲伊的国家定位的政策共款，拢是应付米空芳求暂时的生存。中华民国在台湾，结果就是自生自灭咯。为虾米自生自灭？就无甲外国接触。好，我即马来看觅啊，我写的甲外国接触啥物？你看觅啊，好，多语共用，同中求异，就是好，我用华语讲好了，好啊。劣势比利时是强势与并存的一种，就是语言状况。再来是阿拉伯的阿语世界，它是共同书面语，跟甲咱就像的，也是要甲印尼共款，用一个外来的通用语，就那像国语共款啊，毋是国内民族语啊。但是是毋是上尾啊，拢会变凯尔特人？凯尔特人伊的母语到倒位去啊？敢有人咧讲爱尔兰语？吼，问爱尔兰人，你就知影。安尼转来，歹势哦，无甲迄个壁厅的头家讲一个，就安尼随开始录音啊。见中人拢随便，歹势，我再牵拖转来。中国人甲日本人，我继续读吼。中国人甲日本人的语言政策拢是实名政策，实名哦，实名的意思就是两站呢。为虾米伊感觉是实名？因为恁去看先生的时阵，外省人甲本省人可能无法度做伙啦。但是阮兜的状况，就是外省人甲本省人做伙，但是迄个外省人是厦门人，甲台湾人做伙，根本无啥物问题。所以讲，我嘛是咧徛伫迄个空棚，我是倾的钱落的，伫咧空棚要互两边的有法度交流一下，但是无人插我嘛插潲伊。我随便我上尾啊，只好做啥？上无就去迄个 Washington Post 写台落，写日记，写我伫咧台湾为虾米无人插潲我用台落写好啊？逐礼拜一篇，安尼看好笑无？因为我朋友已经伫咧加拿大出册啊，出台语研究的册哦。
台语研究册伫加拿大出，你就知影台湾的语语状况有偌歹过啊。好，过来，好，目的是要消灭台湾话，互台湾人袂记你家己的语言文化，要记你家己是台湾人，颠倒认为家己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这无一定是安尼啦，因为台湾有200年的时间是认为家己是中国人，有50年的时间认为家己是日本人，会一种中国人，会一种无，无，迄个无就是你最近看的，就看这就知影看台湾立场的迄个甲清朝来往的片，拢说人讲虾棍是啥物，就感觉讲你迄直接抓嘛，样来样去样羊老酸尔嘛，甲有时阵来一个，有时阵佫走羊老酸走，嘛无咧做啥，嘿，嘛无毋对啦吼。咱讲安尼嘛无毋对啊，咱遮吼，若是你去过福建，你就知。你去泉州你就知，你去漳州你就知啊。因遐对迄个中央的感觉，甲阮共差不多啦吼。咱着莫去我迄个中央，就算讲江苏的湖南，要去我中央嘛，感觉足种远的啦。要客啥？好，中国人伫因中国，这伊要讲个重点啊！李庆华先生伊要讲重点嘛哦。中国人伫因中国并毋是实行即款的语言政策哦，毋管是国民党抑是共产党，拢是伫中国实行正放任的语言政策。因虽然有制定国语政策，但是学生一直到高中拢是用因的地方语言上课。拢用因的地方语言上课是啥物意思？咱就香港安尼啦，吼，无去强制使用普通话，也是禁止地方语言，对，因为泉州你知无？因为历史课啊内面有泉州史的，泉州史迄考大学的时阵占15%，15%泉州史哦，夭寿，咱台湾史有15%无？我阁毋敢讲诶，无强制一定要用无强制一定要用普通话哦，迄是到即阵哦，到李兴华先生去做研究的时阵哦。笔者采访一个江西来的美国籍留学生，伊一直到高中拢用家己的赣语，我有查过这个音，迄叫做赣，喙爱合起来，赣语上课。到大学，因为有外地人，才自然用通用语上课。OK， 安尼再继续吼。我继续家读了吼，我真大个风波，因为我讲话真大声吼。中国人来台湾的摇椅要实行单语政策，佮禁台湾话，为虾米？因为因人较少啦吼。真明显是无甲台湾人当作是中国人哦，这是伊的政治主张啦吼。上尾也是有啦吼，为虾米有？甲李登辉有关系吼。相信换做讲共产党嘛会实行，甲伊伫中国所实行的语言政策无共的实名的语言政策。好，这念过就好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虽然有台湾的部长，毋过嘛是中国的包袱啊歹条对。所以要甲中国2个字拼掉，是要拼喺倒位去，拢歹条啊！迄阵人外省人，因就是因为中国来台湾的，因即马甲中国2个字拼掉啊！因的后面的时势是要安怎伫台湾活落的？有遐尔啊牛你来台湾内面无？有即个母语会当选无？你去母语课有因的母语会当选无？你想看觅就知。你无一个方法去互因实行，要逼因去倒位去啊？所以讲啥物光阴的故事啊、100清啊，伊拢靠煞啊，拢移民移煞拢出去啊啦，拢无爱转来啊啦吼。所以讲吼，那像阮建中的学生哦，大部分有差不多2/3是外省人，差不多啦吼。因为迄阵阮班阮有统计过，因为我是就罕咧听着咧。合唱比赛迄班级的合唱比赛内面，自选曲会选台语的。我台语就一个字理解的。安东哥买菜迄个机会就是我，
我就讲，大家嘛真配合的，就一个你一个你学呢。唱的时阵真有钱唱出来，我真感谢这电动学吼。我今仔日伫南昌路讲这嘛是有影干语南昌路干语那只卡好，好，过来。我拄仔讲到，相信话，共产党嘛会实行，甲伊中国实行的语言政策无共的实名的语言政策，这拄仔讲过啊吼。好，排条遐吼，看起来是实行真放任的语言政策，毋是禁止母语的单语政策。毋过，经过50冬消灭母语的国语政策实行到遐尔成功以后，放任的语言政策并无法度复兴母语啊，不哩个是无形的另外一种维持原来国语政策的做法。真歹势啊！我讲话大声起来，大家就嘛讲大声起来吼。安尼50冬消灭语言政策遐尔成功了后，无法度复兴啊！即摆大家拢知影吼。安尼下做地去客家总讲客家无法度啊，无人做咧老爱讲现主是台湾需要的语言政策是徛伫台湾共和国的立场，这我无法度无法度附议啦，无法度吼，我毋介意无共款立场哦。立场的语言政策以及一套落实可行的语言计划，这无可能期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来做。两党做伙就会当啊吼。第一步，爱真清楚宣布放弃单语的语言政策，这已经放弃啊，因为地区内面都有真侪语言的。等下像即站是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蒋介石 Memorial Hall Station。蒋介石什么语言？广东话。好，过来，因为迄个国语政策就是服务中国人，毋是啦，全球华人啦吼。因为全球华人有一个共同语，迄就是现代标准汉语。每一条拢有一个标准汉语。但是你有听学过声韵学，你就会知。但是无学过声韵学的人，就毋知影伊语言政策爱安怎实行，较会当照顾着时代的变化，甲每一个所在大家无共款的意见。因为迄拢伫个声韵学，甲伊的迄个自伊个官方到地方安尼的变化。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官话哦，连福建拢有福建官话。你知无？所以讲，斯卡罗内面做上无好的就是福建官话。福建官话，伊的官话，伊官话敢若北方官话尔，伊敢用北方官话去模仿迄个时代的官话。但是迄个时代应该有每一个所在，刘明灯是倒位的人，刘明灯是倒位的人，伊就爱讲迄个所在的官话，较有可能伫迄个戏内面出现。迄个倒台是倒位人，伊就会讲迄个所在的官话，两种官话听起来听有法度交流就好啊啦。好，过来，无要宣布放弃国语政策，就等于无要放弃实名政策。安尼，台湾中国国民党政权嘛，也阁是一个实名政权。这就是迄个时阵的状况哦。1990年迄个时阵到2000年左右，2000年有啥物？有红衫军就是一阵支持实名政权的人。有啥物？即马有方面无？有啊。即马有爱美国的无？有啊。美帝方面的，阁有啥？对方的迄个。强惨咯，我莫讲遐歹听啦吼，好啦，哎哟，准讲伊经毋是外来的政权，嘛也是有实名政策的政权啊。迄个好，我有想过，语言政策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教育普及，就是大家拢会晓英语，大家拢会晓讲中文，大家拢会晓华语。
教育普及，这台湾有做会到，台湾做到，小国家做会到。第二种是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是日本甲韩国的是，日本是行的模式，韩国是教育普及，台湾是教育普及，但是韩国的中文是专业训练，好，拢需要啥物？过来统一的政策，敢是？我毋知哦，无一定是安尼哦，因为有城甲乡的迄个差别。城乡所的城乡就是城甲乡，乡音有改变嘛，所以我顶摆就讲过啊，迄就是一种你是倒一个乡来的，迄个乡的囡仔一听就知影你是毋是遮个人啦。嘿，伊干若遮个乡干若会出去，袂入来，干若会转来，袂入来吼。好，这是以前的迄个城甲乡的关系吼。安尼语言政策不离个是方便，另外一个中国政权再实名，我上惊的安尼。另外一个中国政权再实名是啥物？即摆的中国要甲老甲老爷囥咧花季内面，叫上海人讲，因无爱啦，因袂言啦。外婆外公无去，外公外公不见了，真正伫上海发生啊！你外婆要说什么姥姥，你有法度，我无法度啦。外公要说什么老爷，你有法度那个女部的那个老爷有办法，你有法度，我无法度啦。毋知这是毋是假新闻啊？但是真正是真诶，安中国即马封起来，无爱互外口去参，就可能就是这个关系啊吼。啊，我今仔日伫个南昌路讲。赣语上课的即个一面实在是正卡吼，啊是一个转来甲迄个以前的高中毕业的一个环境一个交流吼，希望讲即个店的店长店头家是校友，就会当同理我的处境啊吼。啊，感谢大家吼！我今仔日先读到遮，这是第6节啦吼，第6节啊，再来第7，第7这个有图呢，恐怖的吼，这一定要登去读啊啦。好，先安尼哦，拜拜。